many of you in the media clearly missed the art of the deal. You clearly failed to see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doing here. 既然白宮發言姐姐話要大家睇下《The Art of the Deal》交易嘅藝術呢本書，咁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本書嘅一啲背後鮮為人知嘅故事。交易嘅藝術呢本書係1987年出版，內容係講特朗普係商業世界嘅成功技巧，加上佢上半世人嘅自傳，即係教人發達嗰啲書啊。出版之後，火速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位，仲賣咗超過100萬本。呢本書嘅作者有兩位，一位就係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另一位係曾經狠狠批評過侵嘅記者 Tony Schwartz， 我哋就簡稱叫佢做東尼啦。咁點解呢兩個人可以走埋寫書呢？侵話呢本書係佢人生中最驕傲嘅成就之一。佢話佢最愛嘅書係聖經，第二就係呢本佢自己出嘅書。但係另一位作者東尼就反而話寫呢本書佢係人生中最大嘅遺憾，如果有得揀，佢寧願唔寫呢本書咁話。究竟佢哋之間發生咗乜嘢事呢？聽埋落去就會知道。話說喺1982年啦，特朗普喺收購一座大廈做重建嘅時候，試圖強行非法驅逐受租金管制同租金穩定政策限制嘅租戶，即係又做埋逼遷呢啲衰嘢啦。咁當時作為記者嘅東尼咧就寫咗一篇報導咧去罵爆特朗普，叫佢唔好再非法逼遷啊。後來喺1984年5月，當年38歲嘅特朗普登上《新史季刊》雜誌封面。喺當時資訊唔發達嘅年代，做雜誌封面人物絕對係一件大事。《新史季刊》雜誌社嘅老闆就睇中呢個機會，開始遊說特朗普開始出版《交易的藝術》呢本書。特朗普當時竟然主動揾東尼幫手，話同佢一齊合著呢本《交易的藝術》，仲預先俾咗25萬美金東尼，同埋答應分一半嘅版稅俾佢。咁點解東尼咁唔中意特朗普，都會決定同佢一齊寫呢本書呢？原因好簡單，兩個字：錢。係2016年，東尼喺報章寫文章，講返當年純粹係因為冇錢，要交租，要養老婆仔女，要食飯，先至會接受特朗普呢個 offer。但接住落嚟嘅經歷，成為佢人生中最大嘅一件憾事。佢仲話，如果佢而家重新編寫呢本書，內容將截然不同，書名亦都將改為《社會病態者》。又話呢本唔係商業書，而應該係小說，因為裡面太多吹水作古仔嘢。根據東尼嘅版本，特朗普係冇親自撰寫《交易的藝術》呢一本書，佢只係參與咗最後階段嘅編輯工作，刪除咗其批評商界同行嘅內容。但係特朗普就反擊，話東尼根本冇寫過呢本書，所有內容都係佢自己寫嘅。相信大家都越嚟越熟悉侵啦，啲果然係佢嘅反應。東尼話，為咗編寫《交易的藝術》呢本書，佢參閱咗大量關於特朗普嘅新聞報導、人物檔案同埋其他書籍，並採訪咗特朗普嘅商業 partner。但係啦，東尼咧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啦，由於特朗普講嘢一時一樣啦，講嘢好鬼亂啦，咁就算作為專業傳媒人嘅東尼咧，都根本冇辦法去整理佢嘅思路啦。咁所以佢哋兩個人咧決定咗一個非比尋常嘅方法去收集特朗普嘅內容，偷聽特朗普講電話。由於特朗普講嘢好鬼亂，東尼捉唔到侵條路，但係又要攞料出書，所以東尼就係特朗普同意底下偷聽特朗普嘅辦公室電話。年輕嘅網友可能未用過拉線嘅電話，當年只要喺電話上面插一個分線器就可以聽到屋企人講電話。你哋問下你爸爸媽媽就會知道啦。特朗普喺本書嘅第一章裏面講啦，佢每日6點起身，9點返到公司，每日少則傾50個電話，多則100個，中間仲不停開會，6點半收工返屋企，都仲會同商業 partner 咧傾電話。交易的藝術第一章，交易一生中嘅1個星期，就係東尼全程記錄特朗普1個禮拜之內同咗乜嘢人傾電話，大概傾咗乜嘢內容嘅記錄。我睇過。都係話同邊個地產商合作買地起樓，同邊個股票炒家約食飯之類嘅對話。辛苦晒你啊，東尼。好啦，講咗啲幕後花絮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呢本書嘅內容。第2章個名叫做特朗普嘅王牌，交易嘅要素咧就列出咗11點特朗普做人嘅宗旨。大家如果想多啲了解特朗普份人，特別係買美國股票同想捉佢條路嘅朋友，都要特別留意。
第一點 ，think big， 大膽思考。特朗普認為，如果要思考，不如思考大啲，因為大膽嘅目標更容易激發動力同吸引注意。哇，唔怪得佢一開波就收全世界咁高關稅啦，原來係想激發動力同埋吸引注意。第二點呢，保護下行風險，上行自然會嚟。喺交易中先確保最壞情況唔會對自己造成致命打擊，成功自然會到嚟。第三點，最大化選擇權，保持彈性，唔要將自己鎖死喺單一方案，咁樣可以喺談判中保持主動。原來係咁，所以佢成人彈出彈入科科。第四點 ，Know your market， 了解市場，深入了解市場同競爭對手，先能夠做出明智嘅決策。特朗普話佢好了解中國，好了解俄羅斯。第五點，利用槓桿，識得運用自己嘅優勢同資源喺談判中取得更好條件。個股市俾你咁搞法，你個 friend 就識用槓桿炒股票揾大錢。第六點 ，location 呢點我有睇啦，買樓開鋪頭一定係地點最重要㗎。第七點 ，get the word out， 宣傳推廣，有效嘅宣傳可以增加項目嘅曝光度，吸引投資者同顧客。第八點 ，fight back， 反擊。面對批評同攻擊嘅時候，要勇敢反擊，保護自己嘅利益同聲譽。呢點唔多講啦，相信大家係近排嘅貿易戰都有眼睇佢呢個諗法。第九點，兌現承諾，誠信係交易中嘅基石，答應咗嘅事就要做到。第十點，控制成本，謹慎控制開支，確保項目嘅財務健康。唔怪得佢一上任就炒咗咁多人。第十一點，吃分，享受過程。對特朗普而言，做交易唔單止係為咗賺錢，仲係一種樂趣。特朗普話，交易唔止係技術，仲有藝術。呢本書之後嘅章節就係佢個人嘅自傳，例如佢講咗佢喺紐約皇后區 Jamaica Estates 長大，之後喺 Brooklyn 開始做生意，再搬去 Manhattan 繼承佢老豆嘅生意，再建立 Trump 生意王國啦。講到呢度，要講下 Donald Trump 嘅老豆 Fred Trump 啊。Fred 喺90年代中期喺美國做房地產開發商。喺1968年，當年佢個仔仔 Donald Trump 22歲咧，就加入佢老豆間公司做嘢。1974年成為公司嘅霸道總裁，喺1980年將公司改名叫做特朗普集團。1999年啦，佢老豆過身後，身家超過2億美金啦。咁 Donald Trump 咧就繼承咗大部分嘅財富，冇錯。Donald Trump 其實就係名副其實嘅二世祖。如果我哋用呢個角度睇佢，咁似乎好多嘢都可以解釋得到。呢本書嘅內容仲有其他爭議嘅地方嘅。喺2019年，東尼話呢本書應該改分類做小說，因為好多內容係誇張同係老作出嚟。例如特朗普話佢喺 Cincinnati 買咗一個叫 Shrifton Village 嘅物業，話係佢第一個大交易。但係有記者話呢一啲交易其實係靠佢爸爸同好多其他幫手，唔係特朗普一個人做到。有啲人話特朗普喺書入邊將自己寫成一個超級英雄，完全唔使其他人幫佢。又例如話係第7章特朗普大廈裏面，喺特朗普大廈建設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環節，與其鄰近嘅 Tiffany 商店有關。特朗普喺書裏面話自己完全唔識 Tiffany 嘅老闆，又話佢係傳奇零售商，性格古怪，好難接近。不過為咗公司要成功建設特朗普大廈，都要打電話俾佢，同佢傾個 deal， 最後都成功咗。但後來有人話啦，其實背後人哋係俾面佢老豆先至肯應承佢個 deal， 甚至有人批評呢本書根本應該叫做欺騙嘅藝術。不過實情係唔係咁呢？我哋就不得而知啦。雖然呢本書俾人話有好多內容都係吹水唔抹嘴，但係都好受市場歡迎，聲稱勁賣100萬本。特朗普喺2016年總統競選中聲稱《交易的藝術》係有史以嚟最暢銷嘅商業書籍，但 PolitiFact 嘅分析指出，其他商業書籍嘅銷量遠遠超過《交易的藝術》。雖然冇法獲得確切嘅銷售數據，該分析仲係根據已知嘅資料同事實，為該書提供咗一個可能嘅銷量範圍。同其他6本商業名著相比，《交易的藝術》嘅銷量排名第5，其中人性的弱點嘅銷量係《交易的藝術》嘅15倍。喺1988年，特朗普成立咗一個名為唐納特朗普基金會嘅慈善組織。咁當時佢公開承諾話會將佢寫書《The Art of the Deal》所得嘅版稅捐出去。佢聲稱會捐出400至500萬美元，用嚟幫助無家可歸者、越戰退伍軍人、愛滋病患者，仲有多發性硬化症患者。
不過呢，華盛頓郵報後來做咗調查，指出呢啲承諾大部分根本冇兌現。報道話，特朗普實際上為以上呢啲慈善項目捐嘅錢，比佢捐俾自己個大女伊萬卡就讀芭蕾舞學校嘅金額仲要少。華盛頓郵報仲講，佢哋曾經喺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問過特朗普團隊一個問題，究竟佢有冇真係將書中所得大約$55,000嘅版稅捐出嚟？但係最終特朗普嘅競選團隊咧冇俾任何答覆。至於書嘅共同作者東尼，佢就喺2016年公開表示，佢自己由書出版以嚟收到咗大約$160萬版稅。佢話佢打算將6個月嘅版稅收入大約$55,000捐俾全國移民法律中心。另外咧，佢仲將2015年下半年收到嘅$25,000版稅咧，捐咗俾多個慈善組織，包括全美移民論壇。東尼仲話咧，佢咁做咧係因為佢想幫助一啲曾經俾特朗普攻擊過嘅群體。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如果大家都想睇呢本書，不妨去圖書館借嚟睇下。如果想聽多啲有趣嘅冷知識，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下集再見。